再來看咱內政部消防署是佇屏東來舉辦台德搜救犬共同訓練。今年是邀請到世界正出名的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，有10位專業的教官是來到台灣，展開5天的訓練甲認證。針對着未來，若準拄着這爬山，也是講適地的時大失蹤器，安尼有通好提懸救難犬的救援能力。鎖仔偷開，手勢一比落，搜救犬隨隊協會衝去，開始用狗仔片執行超找任務。一打久仔，就找到戶底佇建物內底的人，順利協助救難人員。這是屏東消防特搜大隊舉辦的台德搜救犬訓練活動，邀請到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10位教官，8月開始連續5天，針對台灣救難犬不足的部分加強訓練，互相交流。那這次的訓練呢，分成2組哦，包括瓦礫搜索以及我們的陸軍。搜尋，以往的話，我們在陸軍搜尋的搜救犬的部分呢，琢磨比較少一點。那透過這一次的訓練的話呢，我們也希望能夠提升我們在這一個部分的一個搜救的能力。屏東縣消防局表示，德國救難犬協會佇路徑追蹤，甲協會超找這2項有透明的實踐和訓練經驗。這擺合作的重點放佇狗仔的追蹤行為辨識和目標氣味追蹤的技術。屏東特搜大隊因過對路徑超找較弱，所以特別提升狗仔追蹤路徑的能力。未來若拄着像濕地，也是爬山有人失蹤的時陣，增加找到人的機會。I think that the Taiwan dog handlers are very good dog handlers and are very experienced. And I think it's an exchange of knowledge. We take some experience from this dog handlers who have a lot of real missions in a very difficult area. We take them back to Germany. 今年的活動除了屏東縣消防局、消防署和各縣市消防單位，攏有派人參加，合適訓練搜救犬的美角。活動結束了，還有安排嚴格路徑追蹤、認證考試，要用國際標準看待台灣搜救犬的訓練成效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